Here we go! 小朋友，阿梅姐到嘞，你们要对妈妈说什么呢？我要对阿梅说，阿梅辛苦嘞，辛苦了。我也要对阿梅说，阿梅爱你。没错，其实不管是什么节日啊，每天都会讲爱你，我爱你哦。像我们也要对阿纪说，阿梅爱你吗？那个阿梅那个字要记得拿掉啦。是我爱你 ，I love you 。没错，小朋友已经对爸爸妈妈都说了爱你了吗？我记得哦。更重要的是，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Q 哈共哈发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！张伟亮，张伟亮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記得傾讚分享哦。